会这款法相关的法案将于明仔载正式生效，包括民进党团甲行政院拢会把握时间申请释宪。也有南北动作嘛加速，将要求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报告。 土议案头一摆来到立院备询，行政院长杜英台表态，会用上急的速度提出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所落来的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能够在大法官解释之后，才对这个新法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 大家有共同的体认。大书声、发声、大法官嘛，呼叫在野党只要个新法令拜三就要上讨。对了，政见立院抢快大胜，总统府昨召开记者会后，今仔日下晡监院也要针对调查权提出释宪。不过这个时阵，南北电影有戏所要先邀请总统赖清德来国政报告。 邀请总统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不是新的法律规定哦。 在原来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就有规定，说真的，他也是找借口而已啦。就是在选前说你要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接受国情咨询，在选前讲的政见通通不算数。你也在跟大家讲说，你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你根本就是会说谎。在遐电影，美总统唔敢来报告，老伊嘛讲，现今的大法官拢是由民进党提名，对伫咧释宪案内底，敢会开始面对执政党的压力是真侪基本。即定暂时状态，等于是冻结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相对的某种程度也等于是废掉立法院的宪政职能。我就要问大法官做还是不做？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它的分寸呐，不应该有太多的不应该的动作。史上头一摆4机关释宪，机场内底雕刻政党甲战线延长，机场路口嘛持续全台湾宣讲，互家己的主场有通伫咧街头行会持续放话。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